首先我好多謝Alex， 佢用咗好多好美好嘅形容詞形容我，令我更加了解自己。原來我係咁好嘅，好好啊。係啊，我Alex 都好辛苦啊，佢個個同事咧都諗唔同嘅形容詞咧，其實佢都應該諗咗好多萬。首先好多謝你先。好啦，咁言歸正傳，咁今日我就好榮幸能夠企喺呢個台度同大家分享我嘅喜悅啦。咁我唔使報年齡啦，因為頭先都公佈咗咧，我已經加入咗晉邦已經20年，20年嘅時間其實好短嘅啫。咁我仲係一個新人嚟嘅，咁我每日都學緊新嘢，所以我就係一個新人。咁呢20年裏邊咧，我就有得亦都有失嘅。咁講咗得着先啦。咁第一個得着，第一得咧就係得到公司總裁林先生俾咗20年嘅機會我去發展我嘅事業，好多謝阿林生。第二個得着咧就係得到公司嗰個理財產品嘅平台。我得到呢個平台之後，我就有好多我嘅理財產品嘅選擇，去俾我嘅客戶去滿足佢哋唔同嘅需求。咁第三得係咩咧？係第三得咧就係得到公司嘅唔同嘅部門嘅後勤同事嘅支援，佢哋嘅幫到手嘅話咧，就大大減低咗我喺行政上邊嘅時間，咁就幫助咗我好大嘅幫助嘅。咁第四得啦，第四得咧就係得到公司提供咗一個好安全又好舒適嘅工作環境，咁令到我嘅工作嘅效率就大大提高，咁亦都係幫助咗我嘅事業嘅。咁就而家1、2、3、4第五得，係啊，第五得咧就係得到咧就係得到我嘅客戶啦，同埋我嘅屋企人啦，我嘅太太啦，呢20年裏邊嘅愛戴同埋嘅支持嘅。第六得啦，第六得咧就係你啦，見到你啦。第六得咧就係得到阿 Kenneth 啊，得到佢呢20年裏邊嘅提攜啊。因為如果唔係20年前咧識到阿 Kenneth 咧，我就加入唔到晉邦嘅，所以咧我就好多謝阿 Kenneth 你係第六得，你好得啊。咁就講完得啦，咁啊講下有咩失啦。咁失咧就係失足啊，就唔係一失足成千古恨嗰個失足，就係失足咧就係話我成日都跌親啊，呢排唔知關唔關跑數事咧，成日都腳軟。咁咧我係踢親波啊，運動親咧我都係撲親嘅。咁而家我仲係趌住上嚟嘅，其實都係。咁啱啱上個星期先至撲完一輪，咁而家所以就呢唔係呢排嘅，都係呢10幾20年咧，都係成日都係失足嘅都會。咁所以嚟講就 anyway 啦，就我都希望嚟緊嘅日子大家都身體健康，冇病冇痛，生活愉快。好多謝大家先。